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月初四下晡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知。如果有寒流伫要来咯，拜四即阵是10月冷，北部有机会达到8度以下，相当平市民就要特别注意龙鱼节的生态。今年开放3百间猪肉进口，有一寡地方政府也分3百间检验制服学校，台北市是成立鸦片专案进行检查。用来管理自主健康管理者的电子围篱系统，虽然有掠到民众拍走，却引起温水的质疑，但市长表示讲，28天就甲资料排掉啊。疫情指挥中心伫下晡2点的时阵有开记者会，但宣布讲今仔日佫增加3例带病入境的确诊病例，有一个是菲律宾移工，另外2个是对多名年者甲法国入境的台湾人。那讲到要对抗疫情，有真侪民众是选择挂喙罨，有的喙罨是讲灰杂色，毋过真也逼出讲有一寡彩色的喙罨所使用的是会致癌的色料。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当也开始进行抽查，按算2礼拜内就会公布结果啊。伫咧防疫期间，翠阳食早一定爱换物件，各大通路所卖翠阳花草甲色水嘛愈来愈多元，毋过爱细致，若是买到无合格翠阳，顶悬的5单色料可能有致癌的记录。经济部标检局对初时开始，会针对翠阳的实体通路、店面甲网络平台来启动有色水的翠阳的抽检，预计1月14日进前会完成抽验70个厂牌。依照消保法那么如果说企业经营者有这个制造、贩售、输入致这个消费者生命、身体健康、财产安全的危害那我们会要求他做下架、回收、改正。那么如果说既逾期他不去做这一个下架、回收、改正，我们会依照消保法处以6万元以上那么150万元以下的罚款。我们大概2个礼拜内会将这个检测结果来做公布。所谓5单色料是一种食款染料，常常使用伫咧纺织品、塑胶甲配顶管。毋过其中有部分的5单色料会释放出致癌物芳香胺。过去伫咧动物实验当中，结用证实会增加治疗膀胱癌的风险。目前国内已经禁用22种5单色料伫咧各种纺织品顶管。我们在使用当中，我手会碰触到一些口罩有颜色的地方，万一没有洗手，拿东西吃就把它吃下肚了。我们在戴口罩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脱衣啊、流汗啊，可能那个偶氮色素会不会渗透，让我们吃到？若是石油数码讲，根据标检局的国家标准，有22种的5单色料袂当用伫咧纺织品，伊用喙罨当然嘛袂当验出。未来议定甲色料纳入去常规查厂的项目，若是伊用喙罨防验出违规使用禁用的5单色料，卖当伊有司法相关处罚200万。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顶礼拜天气是寒死死，不过这礼拜是又有寒流伫要来咯，北部地区有机会达到8度以下。气象局也提醒民众讲，这回寒流是10月冷，上冷的时间差不多是8、5、6啊。农民甲渔民就要注意讲寒流所造成的损失。2021第1个工作日，早起北台湾是在落雨，毋过日是温度较悬，是20度左右。所以来阁有冷空气刷来报道。气象局长陈明典分析，因为极区冷空气也阁继续伫咧外流，后一波冷空气的水汽会较济，冷空气嘛较高，拜四开始全台湾的反寒。这一波寒流最冷的时间点，预计会落在礼拜5一整天到礼拜6的清晨，在北部。东北部的低温呢，只有8到9度左右。那中南部呢，大概是9到10度。花东地区呢，大概是11、12度左右。拜1日是小可较小热，拜2甲拜3北部、东北部阁会开始变寒。拜4冷空气报道，有机会到寒流的战绩。拜5、拜6低温淡湿，北部是干那8度，中南部嘛干那10度的低温，离岛马祖4度，金门嘛干那7度。虽望礼拜开始气温会小可变寒，毋过说来会阁反寒。未来这2个礼拜是同一个大的西伯利亚南下的冷高压，那预计呢它的这个强度呢其实是不亚于上一波这种跨年元旦的天气。那大致上呢这一波是比较偏湿冷的，那湿冷的感受呢会比这个干冷还要来的冷很多。专家提醒，这波寒流的气温比跨年是悬淡薄，毋过因为水分较济，但是要感受会真无爽快，体感温度嘛可能接近0度，就算讲伫咧室内，嘛会感觉足淡湿的，民众爱加注意穿好少，有时落雨也嘛爱注意这波的天气变化。记者综合报道。
顶礼拜一阵寒流，伫西部沿海饲沙漠鱼的渔民损失是真惨重。这2日啊，伫台南地区也出现同款的灾情。伫7个地区有沙漠鱼寒死，一只拢变大啊。大约是有上百名的渔民损失真惨重，上济有7到7成。而且这礼拜也搁一阵寒流伫要来，渔民是真烦恼。鱼温啊边啊，一尾一尾沙漠鱼冰度浮咧水面。虽然这2天日时的温度有较热，不过7个海拔新生地的沙漠鱼和蛤蟆做伙饲的鱼池啊，陆续出现灾情，上百名渔民损失3成到7成不等。它不像上次都是冷个2天，然后隔2天它就好了，这次是一直冷下去，所以大致上它以沙漠鱼都上来看这款，它是属于热带鱼系列，所以龙陆续移动会浮上来，就会死掉。一尾超过20公分长的沙漠鱼，本来伫过冬了后收成会当卖出好价销，不过因为7股只是用浅平的方式引海水饲蛤蟆，一旦沙漠鱼冰度死去，会影响到水质和收成，所以大家伫顶礼拜寒流之前已经做好防寒的措施，甲鱼仔赶去避风的所在。沙漠鱼也是挡袂住低温，陆续冰度死去。在这个鱼有稍微受损情况之前，他们就都会去抢收完之后，就会直接拿到市场去贩售，或是经由加工厂，所以就没有走这个通报的这样的程序来处理。来到家己布地，渔民出动大批的人力，伫大风之下要抢收鱼池仔内面的沙漠鱼。不管鱼体大细尾，全部赶起来，就惊伊损失扩大。因为顶一波寒流过了后，布地饲的沙漠鱼嘛出现较慢的灾害，鱼池仔内面4、5千尾，将近有一半寒死。这网啊落吼，所有内底有的鱼啊吼，啊个活的拢伊时间甲抢收起来。安尼慢慢来，愈来愈死愈济，损失愈来愈大。过几天，阁有较湿冷的寒流要来，渔民除了抢收、加强防寒的措施，嘛会当希望温度莫伤低，互因的损失降低。记者李小燕、陈显坤，台南嘉义综合报道。对今年开始开放300种猪肉进口，虽然教育部已经要求营养午餐的厂商全部都爱用台湾的肉品，不过地方政府却是严守戒备。亲像台中、台南拢有分300种的检剂剂予学校，学校也通好家己去再做检验。台北市是成立着校园肉品专案，对今仔日开始要进行全面的调查。台中惠文国小的灶卡早起就开始无用咧准备开放内地进口了后，学生的头一顿。台中市政府采购内济试剂，提供学校随机抽检，自主把关。教育局局长尤进生早起7点嘛来学校查验，确认试剂2条线，就代表猪肉无内济，坚持零检出。地方的这个条例呢，是违背了这个中央啊，但是呢，我认为啊，守护孩子用餐的这个安全。是没有任何的妥协，也不应该有侥幸的空间。我们借着这个机会来把我们平常做的这个测试在各位面前再来呈现一遍。为着防止内地进入校园，各县市政府都唔敢放令，目前有提供试剂予学校的，包括台中、台南、基隆、甲中华等等的县市。若是台北市是第一个做校园肉品的专案查核，都测试开始破查。如果发现到有违反相关合约的话，我们不但会有记点，可能接下来他就没有机会再标台北市的相关的营养午餐。啊，不过地方自治条例零检出，抵触中央法令，部分县市拢已经准备要申请适合。新北市长侯友宜视察肉品公司的时阵表示，隔一段时间，大家抽检拢变作形式，这是更较需要政府来严格面对的时阵。是不是请进来跟不进来是哪一家进口商？能不能很快的公开网络资讯，让大家来判断？政府随时抽验，以及随时寻找第三方来验证。其实政府更应该去看待这一点。就算一言闭关，有家长甲学校也是真烦恼，学生可入去食着内底，啊，不过有进口商推测，若是1月份就订单，照国际会规100天的时间去估计，上近4月份内地才有可能进入市面。贸业者估计，今年顶半年以前拢袂有内地入来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对今年开始开放进口有300种的猪肉入来，行政院长苏贞昌今早起就去到台北港视察报关的相关作业，也强调讲来这的目的不是要看300种猪肉，甚至根本看袂到300种的猪肉。另外，苏贞昌也讲到讲，肉品要入来到台湾，就要过3关，这3关也包括着财政部、海关、防检局的查检，也佫有食药署的肉品查检。对正月初4开始，各部会也拢有猪肉的相关公告。
有人说我今天是来看莱猪，不是，我是来看检验的整个准备跟程序，我们也可能都看不到莱猪。2021第一个上班日，行政院长苏贞昌大动作，带领真侪部会首长来台北港视察。毋过伊先说明，目的毋是要看内地，佮强调讲，鸦片进口台湾爱过3关，包括财政部海关、风检局的风检查验，啊，佮是有数码品质相关查验，毋那一批一批查验。进口的猪肉嘛，爱有相关标识对回来行，佮有猪肉的仪表板，拄测试开始，逐工拢会伫咧3个部会官方网站来公告。服部。我们财政部、我们农委会每天上午11点，这个仪表板就公布每天台湾猪到底我们有屠宰多少台湾猪。今朝看到2021年1月初1到初4，台湾猪肉3048档，其他内脏会当食的部位2811档，两项进口数据拢是零。苏贞昌搁一解强调讲，台湾以贸易立国，货想要销出去，就一定要接受人的货卖入来。王美花嘛讲，国际贸易爱顺真重要。经济部是希望保护国人安全之外，国际贸易的顺畅。这个是很重要。针对地方自治条例内地零检出的规范，行政院认为是违宪，嘛叫外界批评行政院像大法官，无配合的管制首长，可能去互换掉，还是单削。苏贞昌是以请交出古时代来回应。在过去国民党威权执政的时候，曾经把一个县长就给撤职，那时候是国民党的威权时代，台湾早已经民主很久了，有人还活在威权的时代。苏贞昌指出，宪法规定有关国际贸易甲食品安全拢是中央的立法，而且来执行的事项，全国应该统一，唔通无共款，才袂互店家为难。苏贞昌嘛保证，拄海关到人民的饭桌，政府会一路追踪，互资讯公开透明，请台湾人放心。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伫今仔日出席农民退休赎金制度的开办典礼。总统表示讲，这项制度有2个正重要意义，包括着政府展现照顾农民的决心，另外就是退休制度伫台湾有完整的设立，期待台湾的农业会当愈来愈发展。退休制度将在台湾全面的建立，而且此时此刻算是建立完成。未来我们的农民退休赎金将会依照基本工资的1%到10%，让农民自由选择存入金额，政府也会和你存入一样的这个钱。总统蔡英文表示，过去这几年，政府开始推动农民职业灾害保险、农民健康保险、农民甲土地脱钩以及着试办农业保险制度，但也通过农民退休赎金条例正式完成农民的4大福利。这项制度伫今年开始办理，只要是无满65岁农民，而且无领其他社会保险、老年给付，拢会当家己去投保。未来农民若准退休，就会当有退休赎金加老农津贴通好领。讲到昨暗9点外时阵，伫桃园发生一桩火车弄死人意外，是一个查甫人昨日去滨高道摔去互区间车当场弄死。这桩事故也影响到9700多名旅客，一直到暗时11点外才恢复双向通车。滨高道的警示声一直伫弹，代替127出，是咧西向家人就北的区间列车，初三暗时9点外驶到桃园市国际路一段的滨高道的时阵，有一个查甫人若像雄走入来，去互经过区间车来弄到，当场就死亡。我都在平交道，他的篮子没有上，就是没有上来，一直咚咚咚，然后已经过了10分钟了，然后我们就是下来看的时候，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平交道的那个火车在那边拒检车。代替随报警察来处理，而且透过放送来通知旅客。啊，不过因为查甫人遗体去互弄到飞去东线的路线顶悬，嘛地处事故路段南北双向袂通，所谓列车停驶，经过铁路警察搜证了后，西线先伫暗时10点28分恢复单线通车。这辆车火车在通的，要小心啊！不要通啊！根据警方调查，死者是31年厝细地查甫人。啊，不过这是一件自杀事故，也是意外事故，也搁爱单台调查。
当线是伫暗时11:19处理结束，恢复双线通车。大体统计，这届事故总共影响27个厝，旅客超9770人。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昨暗10点外，伫咧台66线桃园杨梅路段发生游览车甲轿车拢总有6台车拢做伙意外，造成2个人受伤送病院。经过检查，这个开车的人拢无食酒，真有可能是无保持开车的安全距离所造成的。游览车的挡风玻璃规拢逼碎去，轿车的车头规个冒去。元旦连续假期最后一天。桃园市第66线15点9公里杨梅段西向的车道，暗时10点半，一台游览车甲5台轿车，总共6台车发生连环车祸。经了解，驾驶者酒测值均为0。本事故初步研判为驾驶未保安全车距，造成刹车不及。详细的肇事原因仍待后续调查。救护人员到位的时阵，甲受伤较严重的小轿车的驾驶26岁4个月查甫人，甲游览车的乘客51岁姓陈的妇女送去急救，2个抑阁知影人，就其他的人是伤势较无要紧。车祸发生的原因，警方抑阁伫咧调查。本事故造成1名自小客车驾驶及乘客受伤，已送医治疗，伤势稳定。目前在66线车流正顺，现场抑阁一寡车祸发生的分裂。伫车祸发生迄当阵，现场毋但是正乱，抑和收港的车规拢塌掉，塌到差不多3公里长。伫初4透早0点30分，吊车甲事故车拖走了，就恢复2线道通行。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去年12月26日，台中有6个人做伙去爬南投仁爱乡碧高大山，其中有一个姓陈的查甫人，煞伫半中途失踪去啊，到今也是找无。搜救人员伫今年正月初1、2日的时阵上山搜救，煞伫咧溪坡啊发现到 SOS 救命信号的石头牌子，目前是继续伫咧搜救当中。另外，搜救队伍落山的时阵，煞意外救到另外一个脚落掉的爬山旅客。伫大粒石头顶悬，看到用细粒石头啊摆出 SOS 的字，搁往山坎甲水尾的方向来行，搁看到另外一个 SOS 的字，边仔还搁有一个枪字，这是失去联络的山友伊的名。搜救人员看到这个字，等于是搁看到另外一个找人的线索，也若发现的地点是伫台中市和平区登山溪的山坎。他有可能说人都还是 OK 的吗？这我们不确定诶。第一个发现点的话，哈，它大概就是在石窟区的最下方的哈。那它的路程来讲的话，至少要6个小时左右。发现这个字的2个所在是离3、4点钟的路程。搜救人员推估，这个失踪姓陈的男性可能是沿登山溪的山坎咧找路。去年12月26日，这个男性甲其他的山友组6个人的登山队，为南投仁爱方向部落的登山口上山，按算要爬白高大山。这个男性哪想咧落山的过程当中，伫石埔区蒙无路失去联络。专业的向导指出，爬高大山的难度真悬，无建议一个人无扎过暝的装备就去爬山。现在大家改从红江温泉上去，那路程非常的遥远。那一般来讲，山友都是走2天1夜，可是他们这次的行程就是走1天的，有摸黑的行程。搜救人员表示，目前甲超找的重点放伫登山溪的山坎，不过也无法度推测这个字是啥物时阵排的。目前已经由台中市消防局替手来搜救。另外，佫传出有登山客嘛，伫咧爬高大山的登山口受伤。他的右脚踝已经严重扭伤，没办法行走。我们到达的时候，他已经坐在地上，大口喘气。搜救人员伫咧回程的路面发现一个登山客，才等入去爬高大山的登山口，卡就去落着，都随甲伊挨落山。南投县消防局表示，爬山进前要是爱做好准备，还佫有准备家己的体力，才会当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初三暗时，有民众伫台中和平的山区发现一只后脚受伤的乌黑马甲，通报相关单位了后，上山来敲抓，却找无伊的行踪。今日用声呐要甲伊抓，希望会当协助这只着伤的乌黑进行治疗。台中市和平区国馆台北山的大路顶端发现一只乌色的动物，民众甲看应该是一只乌黑马囝，而且后腿已经无力啦，哪像受伤。很明显的看得出来，他后脚受伤了啦。他就这样爬上去又滑下来，爬上去又滑下来。接近他的时候，看到他才吓一跳，原来是台湾黑熊。不敢抓他，因为他体型比较大，而且他又受伤，我怕他那个。
后尾乌漆嘛囝就消失伫大路，怀疑是往边仔的废弃果子园的方向走去。警方接到报案，就随到现场，保育局任务单位嘛共款上山去找，经过一暝也是无看到乌漆嘛囝。测试透早，佮派13个人上山找寻。人流上来了吗？与林务局及搜救队等10人，还有森林警察队3人前往现场持续搜救中。当时林管处初步判断，这是一只2岁以下的乌黑马囝，无排除是互车弄到了后受伤，黑妈妈可能也伫附近。为着避免人群聚集，造成黑马囝紧张，会识啥人啊甲伊掠，希望会当掠到而且安全。那离开了熊妈妈之后，他可能就在马路上面行走。台中市政府呢，他也准备了诱捕笼。如果他能够成功的进入笼内的话呢，兽医师就可以去观察。这几年民众伫林道佮有大路通报看到台湾乌熊的数量是增加。当时林管处是指出，中部的大雪山佮国关地区本来就是乌熊的生活的所在。呼吁民众若是伫外口看到乌熊，莫惊吓，而且莫拍车惊，点点啊离开现场，而且随通报相关的单位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第117届参众两院议员初3进行宣誓就职，加州民主党的众议员佩洛西就用到216票赞成，209票反对，第4摆当选众议院的议长。不过，美国大选的结果有一寡共和党的人是想要继续来并盘。另外，有一间报纸媒体伫佐治亚州2席关键参议员选举进前，公布一段电话录音。这电话录音的内容大约是美国总统川普要求州务卿爱想办法把选票创加拜登一票。All I want to do is this. I just want to find 11,780 votes, which is one more than we have, because we won the state. 华盛顿邮报初3公布，美国总统川普前一天打电话给乔治亚州州务卿拉芬斯伯格，要甲1点钟的电话录音。川普爱拉芬斯伯格甲伊找出11780票，会当互伊的总票票数达到2473634票，比胜选的民主党拜登是加1票，以1票之差来改变乔治亚州16张的选举人票。拉芬斯伯格对川普表示，所有资料甲法院的审理结果，拢显示官方计票结果正确。川普刚开始是用普太口气来拜托拉芬斯伯格重新计票，结果无成功，态度就转变做用刑事起诉来做威胁，佮讲挑战计票的结果，会对所落来共和党伫咧乔治亚州2席参议员决选的选情有利。Honestly, this should go very fast. You should meet tomorrow because you have a big election coming up. And because of what you've done to the president, you know, the people of Georgia know that this was a scam. And because of what you've done to the president, a lot of people aren't going out to vote. 伫咧乔治亚州替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邮票徛台副总统当选人胡金雷讲，这段录音标出美国总统滥占用这款的见效带。民主党高层表示，应该进入刑事调查。Have you all heard about that recorded conversation? Well, it was, yes, certainly the voice of desperation. Most certainly that. And it was a bald-faced, bold abuse of power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去年11月初3大选投票了后，川普镇压伫咧无具体事件状况之下，乌白散布作弊传言所提出来60场司法官司，落去法院判决败诉。毋过相关人士也是有真侪动作，以德州参议员克鲁兹来带头，6个共和党现任甲4个新任参议员，计划伫咧初6认证选举人票的国会联席会议中提出异议，要求组织选举委员会审核争议州的选举结果，若无因着拒绝审议争议州的选举人票。针对这件代志，公开承认拜登胜选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诺要求党员毋通参加。克鲁兹的提议要伫咧参众2院得到有够的票数来表决过关，可能性是真低。另外一方面，第117届参众2院的议员初3正式宣誓就职。加州民主党众议员佩洛西以216票赞成、209票反对，第4届当选众议院的院长。表决出来了后，议场当中的民主党议员徛起来替佩洛西拍扑克，共和党的座位区是无啥人。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
咱的镜头看到印度来记，伫咧印度北部有一个火葬场，星三下晡发生厝顶放落来意外，上无有40个人被带伫内面。经过抢救，目前知影已经有20个人死亡啊。另外，巴基斯坦有一个探空去互人恐怖攻击，造成11个人死亡，4个人受伤。当地落大雨，搜救人员出动大型的机具，伫倒去的建筑物内底展开救援的行动。另外，还佫出动搜救犬，想要伫乱草草的影片内底救着人。这个意外发生伫印度北部一个火葬场，星三下晡火化的仪式举行到一半，厝顶熊放落来，至少40多个人受困伫内底。38-40 लोग थे उसमें 38 लोगों को इवैक्यूएट करके यहाँ से निकाला गया है। उसमें 17 लोगों की डेथ अभी हो चुकी है और बाकी लोग का सबका इलाज चल रहा है यहाँ पर अस्पताल में। और इसमें जांच करके जो भी दोषी हैं इसमें, चाहे ठेकेदार है या नगर पालिका के और अधिकारी कर्मचारी हैं, उनका जांच करके हम लोग यथाशीघ्र इसमें उत्तरदायित्व निर्धारित कर। 根據印度當地媒體報道，這個建築物將可能喺時間嘅階段就偷工減料，至少落大雨嘅時陣，厝頂未冚一整規個放落來。當局已經下令要展開徹底嘅調查，要予罹難者嘅家屬一個公道。喺病院外口，有千外民眾來悼念。巴基斯坦西南部秘魯之省嘅一個礦場，頂日去予不明身份嘅武裝分子攻擊，造成11個礦工死亡，4個人受傷。अवाम की तरफ से जो अवाम मजबूर है आए दिन ये कत्ल आम के खिलाफ यहाँ पे इन्होंने रोड ब्लॉक किया हुआ है, वहाँ पे एहतजाज जारी है इनका। लेकिन जो तमाम हमारे हज़ारा कौम की जितने भी जमातें पार्टियाँ हैं उनकी तरफ से अभी तक कोई फाइनल डिसीजन सामने नहीं आया है कि क्या लाया अमल होगा आगे का, क्या उन्होंने भी एहतजाज करना है या नहीं। लेकिन यहाँ पे आम लोग पहुँचे हुए एहतजाज कर रहे हैं। 民眾把高速公路封起來，燒車頂還有燒茶庫，表達因的不滿。恐怖攻擊引起全國的關注，幾個所在出現抗議的行動。因為即個去受到攻擊的礦工，攏是什葉派哈扎拉人，因長期以來都受到極端遜尼派打壓。即個團主礦工受害，要求政府都要出面。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嘛，伫呢件代志了後，甚至這個恐怖攻擊就是因主導的。公視新聞王碧文編譯。面對疫情，咱就愛共心。台灣無病例，咱才有好心情。疫情指揮中心所使用的電子圍籬系統掠到骨力位，愛自主健康管理的民眾，卻發現講因走去參加跨年活動。本地這站呼籲所有人即期講侵犯到民眾隱私。行政院長蘇貞昌表示講，這是防疫的 SOP， 無要侵犯個人的隱私。衛福部長陳時中也強調講，防疫的需求資訊28天後就會全部汰掉啊。下年暝台北市的暗會，甲桃園五月天的演唱會，攏吸引袂少民眾參加。疫情指揮中心啟動人工天網的電子圍籬2.0，成功遭到自主健康管理者違規入場，或者是出現第4箍例啊。不過外界嘛煩惱講，這個系統有侵害民眾隱私的疑慮。不要透過防疫這樣的一個名稱呢，來濫行收集民眾的資料。畢竟憲法保障民眾的集會結社的自由。民眾的隱私沒有把你的個資等等做其他的利用，而是在疫情期間做相對應的位置的確認。去年3月份，疫情指揮中心發布電子圍籬監控辦法，是透過手機接收基地內的信號，掌握居家隔離甲檢疫者的行蹤。即馬正改版的電子圍籬2.0，因為監控的名單有家當出門的自主健康管理者包括在內，所以甲電視業者合作，伫大型的集會活動650公尺以內範圍設天網，若是有違規的人入場，就會發簡訊勸伊離開。指揮中心強調講，因為這並不是追蹤個人手機的 GPS， 所以無侵犯到個資也有隱私。收集到的防疫的資料，相關的個人的資訊都在收集後28天就要銷毀。行政院長蘇貞昌表示，使用電子圍籬是為了維護人民的健康，採用防疫標準的流程。指揮中心嘛強調講，電子圍籬系統是以傳染病防治法來執行。不過法界也是質疑講，這並無明確法律授權的依據。這個疾病已經發生了10個月時間，我們有更長的時間去檢視我們的法規是不是有齊全。那我覺得。更何況，其實特別條例已經修過法1次了。說真的，我覺得立法院在這邊其實應該要積極主動的處理這個問題。學者呼籲講，相關的單位應該積極檢查法規敢是有矯正，避免民眾的權利受到損害。記者綜合報道。唔通當作一個網絡世界發言，就會無人知。伫咧去年底，有網友佇網絡頂頭嗆聲講要發起恐怖攻擊，
刑事局有先约谈2个 PTT 口罩的使用者，初三暗时伫高雄佫掠到一个涉嫌偷用别人 IP 伫网络发文章的查甫人，不过伊假作唔敢承认，唔承认有犯案，目前也依照着恐吓公共罪，该移送法办。去年底有网友伫网络论坛巴哈姆特甲 PTT 顶悬铺文，话讲要伫北中南重要的所在发动恐怖攻击。警方伫宜兰甲新北市找到口罩的所有人，不过经过专案小组的调查，发现讲高雄28岁姓洪的男性，才是疑似偷用这个口罩发文的人。歹徒利用网络技术窃取他人账号并且利用跳板以及篡改这网络 IP 规避警方等查缉那警方专案小组经过相关的网络征收、数据分析等那最后锁定这个洪姓犯嫌那也在昨天在高雄市警方查扣3台笔记型的电脑，还有1支手机嘛讲细汉的男性，伊睡厝的所在敢若有3-4平，而且厝内是规个乱糟糟，阁真歹味。警方初三去甲掠的时阵，伊已经甲电脑甲手机内底资料拢删除。专案小组透过相关的数据分析那回追来锁定这个洪姓犯嫌身份。那初步洪嫌是没有坦诚但是我们有相关的资料连结住相信这个我们还是把它移送到北检。这个姓洪的男性到案了后是否认犯案，针对甲电脑甲手机内底资料拢删除的行为，伊是刑事兼别款，一句话就袂讲。警方讯问了后，以恐吓公众罪移送台北地检署复讯。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跨年的庆祝方式是800款，固守安全是头一层。伫花莲的吉安，所有人伫咧北昌活动中心外口放烟火，不过烟火温度是真悬，加新铺好的 PU 地板，烧甲是一大乌乌，佮破骨落空。当地居民是真无欢喜，已经报警察，讲要甲凶手抓到位。对公所监视器看到一群少年人伫咧活动中心的广场放烟火。火大到连念影机的夜视功能拢感光过度，烟火放煞了，泡啊虎也无清，涂骹的 PU 地板互伊烧破几落空。真的是一大团呢。一大团然后这都是浇过水的，所以它在这个过程中也许有燃烧。代志发生伫咧初一透早跨年暗，总共5-6个少年人伫咧花莲吉安乡北昌活动中心放烟火，无咧注意讲涂骹是 PU 地板，烟火拖一直放煞了人就走去，涂骹的泡啊虎无熄，规个烧起来。附近的民众摕灭火器来拍火。就跨年夜那天，跨年那天比较多。那个东大门那边也有啊，这边也有听到声音我们会跟他们提出求偿吗？或是？一定会，因为我觉得公务的使用真虚不易，那这样的一个破坏，我觉得势必是要拿出我们公部门的这个魄力。吉安乡公所讲，该500多万的北昌活动中心起好无到1年，已经请厂商来估算 PU 地板的损失。警方也对监视器掌握到人家车牌号码，会查清楚，向行为人要求赔偿。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阳明山的擎天宫，最近这水牛是一直死去，所以引起众人关心。外界叫伊水牛爸立法院长尤锡坤当夜去看水牛的状况。伊表示讲，管理协调各部会替水牛找一个更加好的生活环境。你讲伊检查起来胃有草，先有草的呀，有草它多少也要洗一滴啊。一日到擎天宫，还阁伫咧落大雨。立法院长尤锡坤问工作人员平常时照顾水牛的情形，看水牛的生活环境。因为擎天宫的水牛近日小连续熊死亡，引起社会关注。水牛爸也就是立法院长尤锡坤，才是专家去阳明山关心水牛的情形。养管处他们真的是有他们的困难啦，这个是有他们困难，所以我为什么说我愿意来？如果有需要，我愿意来协调看看。不是我一定能够做得到，但是我愿意去看看。尤锡坤强调讲，若是阳明山管理处感觉水牛伫擎天宫较好照顾，伊愿意斗3工，甲相关部会来协调，替水牛找较好的生活环境。现场嘛有学者甲尤锡坤တင်情，强调讲有违法的拉人集团涉嫌这要掠牛。李明都好难过，就是他山上天气冷，没有办法活下去，可是山下外面的这些集团实际上就是设好各种陷阱。原本尤锡坤也咧讲伊细汉时饲牛的记忆，面对学者的反应，伊讲照顾水牛的问题是民间甲官方拢伫咧关心的议题。伊嘛阁一再强调讲，会当斗3工做协调，尽力替水牛找到安全的生活环境。记者综合报道。
有民间团体发现讲，台北地区公园内面的囡仔游乐设施有重金属超过标准的风险。就医生警告讲，囡仔人比大人更高吸收重金属盐，若准吸收落去造成的伤害是无法度弥补的。就立委要求卫福部爱修订儿童游乐设施自主检查表，甲重金属的含量加入去检查项目内面。提出二帮点名台北甲新北的公园游具盐的含量超标，家长介意带囡仔去公园佚佗，连火器协会参与新北公园的游具甲设施，发现盐的含量拄16500 ppm 到88895 ppm 不等。若是即卖法规，盐的含量超过90 ppm 就算超过标准，也就是讲，即寡囡仔常常接触的游具设施，至少超过标准180倍，甚至达到987倍，必须爱重视。它的铅的含量呢是21504 ppm， 也是2%了，也是占了里面全部的2%。那铬含量为什么会有铬呢？因为有的特别鲜艳的油漆呢，它里面会用铬酸铅这种东西。那铬呢，其实是已知的致癌物质。我们看到这个自主检查表里面，其实都主要是规范在这个外观呐，要标示最近的地区的地址和联络方式。但在这次临检的公园里面，却有一些没有这样子相关的资料。民团强调讲，即寡参与的游具设施已经维持一档，煞无任何改进的措施。另外，新北学校有优测的表明，赶快嘛去用验出盐的含量超过标准。像讲台南的公园游具，包括路顶拢有盐超标的状况。立委王婉如嘛指出，标准高 CNS 的检验标准有问题，因为有盐的材料唔乃透过无细致食到，也有可能透过喘气来进入人体。医师警告，盐的中毒对囡仔影响差不多是袂当恢复的，会致使智商降低、注意力无够等等的状况。之前台湾的研究就是说，你的血中的铅每100 cc 的血里面上升超过3个微克的话那就会让你的名次，就是你之后学习的名次少1名。面对囡仔真简单的出现伫咧重金属的风险当中，王婉如提出相关诉求，包括 CNS 针对材料的金属成分规范，拄即卖由出台该换做总含量为主。若是囡仔游戏设施的自主检查表，过去敢若注重外观侧面，敢有落差生生逼起，所以嘛要求卫福部应该加入去侧面金属含量的检查项目，而且嘛爱公开检验报告予民众检视。记者综合报道。除了武汉肺炎真有新的突破咯，台大病院甲中研院的研究团队真有开发出一种抗体，这个抗体功能是类似佛祖对付高济天同款，唔但会当甲病毒掠条条，切断感染纤维，佫会当甲已经感染的细胞全部清掉。这项研究已经摕到美国的临时专利啊。新冠肺炎的疫情伫咧全世界继续伫传，英国佫出现传染力佫较强的变种病毒。有媒体报道，英国政府可能考虑予民众来做2种无共厂牌的新冠肺炎疫苗，引起外界质疑。毋过台湾的专家认为讲，除非是不得已的状况，若无是无建议男女做。对过去鼻血肝炎的疫苗经验来看，男女做疫苗的安全性无问题，但是保护效果就唔知影。你第1剂跟第2剂的那个打进去的抗原必须是同一个样子。你第2次才会记得第1次的样子，然后产生一个免疫增强反应。如果你第1次跟第2次打的抗原相差太大的话，或许这种免疫增强反应就是不太好。另外，新冠肺炎的治疗佫出现新希望，台大甲中研院的研究团队上新的研究开发出由拟抗体 ACE2FC， 若像如来佛祖的心脏，会当甲新冠病毒掠条条来阻断感染，佫会当清除感染细胞。又有抗体上面带着。就是它必须要粘上去的这个 ACE2， 所以它就可以骗它，让它不要去粘到我们的细胞，这样来预防感染。研究团队强调，讲细胞的实验结果显示，这款由拟抗体对抗6种病毒株拢有效，压制病毒感染率是达到9成以上。等待台湾分离出英国的变种病毒了后，嘛会开始进行动物实验。若是这项新研究发现，近日来已经去用刊伫咧国际真有名的医学期刊，而且嘛摕到美国的临时专利。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台东延平乡的梅花伫元旦过后才开始开花，比正常的花期差不多是慢10天左右。有专家表示讲，有一寡梅树因为无稳定的气候，规个乱去，那影响到产量。若准阁等到落雨花落了，也影响到毋马的生产。梅花是愈寒愈会开花，顶礼拜寒人的第1波寒流来啊！台东县延平乡乱山山区的梅花总算是开花啊，花期比永过慢10天左右。梅花是小块开啊，专家表示，梅花需要大冷的天气才会大开。这波寒流拄好是大冷的天气，
虽望梅花开较慢，毋过山开若是继续大力，嘛有可能会当赶到3月份继续梅影采收。就是梅花开得很好了，大概可能会好啊。跟往年比起来，今年算是比较正常的一年，花期是比较正常。梅花是落叶的果树，落叶了后才会开花结果。毋过乱山即波开的梅花，所发现已经有部分的果子丛已经有结梅啊，变做花果共丛的现象。毋过专家讲，这是部分的果子丛发育无正常，出现提早开花结果的现象，影响不大。会有早花的现象，就是因为有一些芽，其实它的花芽发育是不是很完整的，所以它遇到稍微的下雨，它大概就会先开出来。台东县有600多公顷的梅仔园，最近这5年天气变化真大，梅仔拢欠收。毋过今年到目前为止，看起来大冷的天气对开花有帮助，但是路必须提醒，这礼拜气象预报的寒流是淡湿的天气，路面大家注意雨水会甲梅花拍落来状况。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云林斗六的三边社区有一块食农基地，内面种侪无同款的食物。除了互社区的职工来遮种菜以外，嘛是附近学校校外教学的好所在。不够你的不够，再多一点。一大群囡仔去做伙，甲涂卡踮花坑内底，因为无种过物件，因对事事项项拢足好奇。这抓带囡仔来种草莓，大家拢感觉足新鲜。第一次种草莓吗？对，很好玩。怎样好玩？我们怎么种草莓？我看，要帮它浇水浇7天。这个土地是云林斗六三滨社区的食农基地，原本是一块空地啊，当地职工会伫遮种菜变工艺。后来有学校带囡仔来做校外教学，办食农教育课，基地发展甲哪来哪丰富，甚至因阁家己饲会当分解喷的盐粉甲油一个汤拖来制作肥料。阮去找地主啊，就是讲，互阮志工来种菜安尼，会当卖就卖，啊若无，阮就是志工摕等于大家志工分享。那我们也会带他到我们这边的食农基地做一个导览，让小朋友从小就了解食农教育，以及怎么样去跟我们的环境做一个和平共处。一块原先无咧用的空地啊，即摆有种草莓、四季果、香蕉啊等等，若互社区的居民会当来交流感情，嘛是互囡仔接触大自然上好的教室。记者综报道。伫咧南投埔里有一个已经120年的做石传统，12年才做一摆石，规模是真大，也保留着真侪民俗活动。埔里镇公所近日向文化部争取，希望家因的做石文化列作是无形文化资产。伫咧暗暗的天色下骹，做石的这段装塔甲光影影，这是南投县埔里镇12年一摆的做石，要来祈求平安佮顺遂。欢欢喜喜回来好，回到娘家，能够齐聚一起，然后庆祝这次的庆典。咱讲农业社会吼，迄阵对延续起来，这个文化吼，就是嘛一个祈求平安，是一个真好的这个发挥。埔里的做石到今已经有120年的历史，每一摆拢会举办总共5天的仪式，除了爱先请妈祖入城，爱徛灯歌、放水灯，只因好兄弟来接受普渡等等，程序是真复杂。主要嘛认同咱家己埔里的特色，先民所留了这款的传统呢，这是埔里的真珍贵的文化资产。文化吼啊，宗教的这个见证吼，了解咱做石，什么款叫做五朝清教全民的这个合作吼，埔里人拢真有这个光荣感。而且伫咧做石前后，总共7天，埔里的居民拢会同齐来食素食。另外，因过宫庙若要闹热，拢会甲乡亲收丁口钱，互大家倒出闹热的费用。即马线路已经渐渐无咧收啊，毋过埔里遮还阁有保留这项传统的文化。收丁口钱的情况，表示民众对遮的认同，这个食菜的普遍性，表示埔里人对这个活动呢有高度的配合啦，用这点来看的话，绝对有够资格作为咱南投县的文化资产。因为这个做石已经举办上100天，而且传统还阁保留甲真焦长。公所也已经向文化部争取，望会当互这个12年一摆的做石列入无形文化资产。记者综合报道。公司台基台第2届台基口述表演工作坊，对去年11月上课到大，学员经过发音、声情的训练，今麦也要去到剧场排练脱剧，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热天下面，花金菇，为咱爱情照明路。
一人一句真认真咧读剧本。台语口述表演工作坊经过发音、声情等等的练习，目前课程已经来到读剧的内容。你需要开一寡时间，知影因角色甲角色之间的关系。啊，这其实咧演戏嘛是相像啊。 都要去理解着讲，伊即马伊即个戏内底，伊即几句话，伊即马现处时，即个人物伊的心情到底是安那？爱甲伊正确的声情，比如讲悲伤、快乐，还是消极，无共款的心理，去甲呈现出来。学员咧读的剧本是阮剧团一出合作热天寒面的戏，老师经内底男女感情的部分，互大家练习。学员嘛分组来讨论，看要安怎分配角色甲演出。然后因为老师嘛有讲过，就是你。 前后讲的话，爱互伊的腔爱是共款的，所以我就想讲，我甲写来会当，互我确定讲，我大概念的字拢会是共款的。热天寒面这出戏是一个喜剧，所以这个台语编剧伊咧写的时阵，伊有特别注意迄个押韵，所以咧表演的时阵爱去注意迄个字绝对有韵。 刚开始学而已，可是台语对于我来说，之前不会，之前看到台语是哇，拿开一点好不好？我会怕，可是现在也觉得说，哎，我可以去接受一下，学习一下。这个表演工作坊已经上尾个月，教课的老师表示，学员都有进步，嘛晓使用工具来练习。只是台语的环境也是甲华语袂笔直，所以若是想要更较进步，嘛是爱靠学员家己的练习。台语使用起来，才会当更较煞拍。 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南韩因应用科技伫咧防疫有创意也有特色，伫咧公共场所若看到青份人无挂嘴罨，所以当透过 App 甲因检举。另外要追踪确诊病例，也有专门的 App 伫咧追踪，通报了后，警察会当随到位啊。伫南韩地铁站内面，大家拢伫咧用手机啊，即嘛每一支手机拢是一个监控装置。 若是有人违反防疫规定无挂水罨，边仔人就当用政府的 App 停职检举，当局一礼拜就收到几落百件。You just click this button that looks like an alarm. Here's the carriage number, and here's the name of the line. Select person not wearing a mask, and then confirm. 伫咧举报了几分钟内，地铁警察就会赶到位。自顶个月开始，也有250个人专门伫咧地铁站巡逻。 Good morning, sir. Could you please cover your nose with your mask? 大部分人被讲了拢会乖乖配合，若无会被罚款。因故也有人是见笑转受气，去卡动手。未出门食饭就要先有效，登记基本资料。若是有确诊者来过，会当方便追踪伊的接触史。 这项功能怎么用手机也会当做？要防疫，降低直接的接触是有必要的。伫首尔北部一个社区，送餐机器人为几落千户的居民服务。像伫出来带2个囡仔的这位妈妈，用手机上网点餐，15分钟了，由小型的机器人送到位。搁伫手机顶头试一个，门就让拍开。 The robot leaves the food at the main door of the building. It makes me feel much safer in the middle of a public health crisis, but it's also a little sad. It means there is less human contact. 南韩总理郑世军讲，新冠肺炎预防下，会伫2021年第一季武汉都会开始做。牛津大学甲阿斯特捷利康合作研发的疫苗，第3个进前就当摕到。甲辉瑞也个莫德纳签约的，会当互1000万人自费预防下，会伫2021年第一季分阶段交会。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辑。讲到咱平常时啊，拢是用鸡肉来做料理，不过伫泰国，所有人是捡鸡毛来做食食。泰国有研究人员用鸡毛做人做肉，而且食过的人拢讲，食袂出来这是人工制作的。伫咧铁棒顶头煎的肉，真好了，旁讲讲。 放喺桌顶去互消费者食，因过看袂出即款肉是鸡毛做的。I feel like the texture, the fatty, the juicy, and everything. It really gave me the feeling that I'm really eating the real meat, like the real red meat. This is actually my first time, having the alternative food source, or something that made from this chicken feather. 今年30岁泰国研究人员索纳夫，捌伫英国读未来材料相关学系。 伫写学术论文的时阵，即会当利用回收的废弃物，注意到欧洲每年拢会单掉230万吨的鸡毛，
就决定要甲母内面的2倍质挑赛做再生食品。ทีแรกก็แปลกใจว่าขนไก่เนี่ยสามารถเอามาทำอาหารให้คนทานได้เหรอแต่ว่าพอได้ทานจริงๆเนี่ยก็รู้สึกว่ามันสามารถที่จะทานได้แล้วคิดว่ามันก็มีศักยภาพที่จะเป็นอาหารทางเลือกต่อไปในอนาคต。这几年有一种讲法是讲，食肉会加紧气候暖化。所老有认为，这种代替食品会当减慢气候暖化加浪费食物的问题。แล้วถ้ามันสามารถเสิร์ฟให้ทุกคนในโลกได้คือดีมานจากทุกคนในโลกเนี่ยมันจะสามารถมาช่วยการที่ผลไก่ที่มันถูกผลิตมาทุกๆวันได้也毋过，这种肉类代替品是对果身躯顶产生的废弃物做的，食素的人无法度食。而且这种肉本身无味，伊怪靠调味才会较好食。公司新闻但是当编辑。伫咧澳洲的道此岛，经过火烧了后，有一种鸭子出现断种的危机。因差不多一个手因遐大尔尔，是全世界体型上介细，而且佫有腰颈倒的动物。相片内底倒边这只是西部侏儒虎齿，正边是小侏儒虎齿，因是野生动物保育组织最近伫咧澳洲第7岛上新的发现，其中小侏儒虎齿敢若7克，差不多敢若人类的砖头遐尼大，会当讲是世界上上细只有地的动物。这个真古锥的侏儒虎齿，伫咧火灾了后头一届去互发现，嘛互保育专家有希望。若是墨西哥西部圣贝尼托群岛海峡，科学家是咧追踪另外一种真罕见的喙颈的时阵，煞拄到另外3只。What we ended up finding was another beaked whale species. It was clear it was a beaked whale. They surfaced very close to the boat, and then they came to us. 2-3 times they came back to the boat. They were investigated the hydrophone that we put in the water. It was the most amazing encounter of beaked whales that I've ever had. 喙颈因为喙生做像海底钻来好平，虽讲身躯会当大到5公尺长，毋过因为一般拢伫咧1000公尺深的海底来活动。真罕尼浮出水面，所以要发现因的形状是正恶。科学家是伫咧事后比对相片、影像，佮有海洋的声音的资料了后，研判发现新的海洋物质，已经采取可能有喙颈皮肤细胞的海豚样本来进行 DNA 检测，要进一步确认敢是新的物质。若是答案是肯定的，已经知影的喙颈种类会由23种变做24种。公司新闻张慧斌编译。讲到最近的天气，犹原是真冷，也佫会落雨。拜时也佫有一个冷气团特别来，请观众朋友着爱特别注意。下半部的天气变化，咱来看各县市详细温度资料。北部地区对18度到20度。中部地区对20度到25度，东部地区对20度到28度，北部地区对19度到25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13度到20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